我李公明，恭迎巡按大圣。李凤鸣，我可找到你了，大人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记得是几年前那个风雪之夜，真亏。你是当年的陈奎，还是今世的陈奎？最后这次言，啥是当年的陈奎？我还受得起你一番；啥是今世的陈奎？我却受不起了。子，小弟乃当年陈奎。眼的亲戚，恩子，我本想找到凤鸣再来替你同居，不想你先来了。眼的可有人子皆也先于为己，有他有我，可恨当家报恩，将我卖于张子成，我不愿小去。这父子之后，他团长社会，用人讲遍我家，眼底里可有人子，送也先于这位老爷，免得姐姐再人可以李凤鸣，你可知罪吗？学在情，谁我大爷。不知陈大人该是何处置这福州之父？恩子，当年陈奎是不是得于恩子，又何来今世之功名成就？常言道，滴水之恩，报应涌泉。李凤鸣虽然团长王法，姑念他是恩子的同胞兄弟，你将他官将一件，一做金剑，也就是了。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呢？恩子，我知你10几年来思念凤鸣，结缘成结，好不容易今日亲身团聚，预定发怀良情，也是甚至长情哦。甚至长情？难道在这官场之中，吃了金钱，甚是生气？这一次生气，金钱生气，这世上这也生气金钱，大人毕竟不是以前的陈奎的，最后这次也以前的陈奎破衣来上，孤苦伶仃，恰恰我是成是非分明。今世的陈奎蟒袍加身，虽我生死大权，便可以为所欲为，分外两情了。陈大人，小女只有一时相聚，反放恩赐。他生那。恰说
文河旁，也在不得。莫做官面落得千人拖，万人马，海上海起三百名列弟弟。今年初十四度子成错，姐姐我二句难对情弟娘。常言道，十座谁曾千古恨，回头正是好时光。弟弟带你回家乡，粗茶淡淡十字草，可是做人风情几旁你东山曾东阳。